对电动车车主来讲，现阶段也是欢乐里程焦虑，所以台南市为了营造电动车友善利便的使用环境，积极争取交通部公共充电桩的补助计划。第一批快充站已经有6位18室的停车架，为了让电动车主会当得到利用，交通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宣传，场面热热。行动！让我们创造绿能启程，快充上行。86桥下的充电桩哦，其实在这边是蛮方便的，而且是一个开放空间哦，安全性也更提高，不会担心在秘密空间里面造成的危险。所以说，尤其86桥下过去的空间哦，因为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应用。我们除了提供民众停车之外，现在跟厂商合作，来跟环保署以及交通部来合作，来建置这个充电桩，能够让民众的爱车，一方面在安全的地方可以充电，另外一方面离住家又近。面对电动车的出世，除了交通部补助，环境部嘛补助台南每一区拢有充电站，估计全球202个站点已落实列零营销。其中甲原点公司合作，选定台北16号桥卡定7位来设立的快充站，伫台电全力的配合，嘛凸显政府甲民间齐心打造台南快充帮的目标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